你要干嘛你？你走不走？你做噩梦了？不好意思，吵着你了是吗？又梦到他了？几乎每天都会梦到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，睡眠不好，第二天开车多危险呀！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对别人也不负责任呀。开黑车本来就是犯法的，你现在还疲劳驾驶。怎么了？你又想举报我？这是什么？治头疼的。老吃药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你现在就是太依赖这些了。我来帮你解决一下你睡眠的问题吧。你要相信我传递的正能量。好啊。那你先躺下，快点。书上说啊，孩子做噩梦的主要原因是和被遗弃还有做错事情有关系。虽然你不是孩子了，但是我们也不妨试一下。闭上眼睛，然后给他一个他心爱的毛绒玩具，轻轻地拍着他，然后安慰他，没关系。刚才只是一场梦，你现在是安全的。你要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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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。什么情况？
被人睡了吧？说什么呢？讨厌！女人在和异性同床共枕之后，体内会产生一种动情激素，于是分分钟钟想到这个人，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跟他在一起，进而会出现脸红、走神儿、发呆、忐忑的白痴状态。你全中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只是睡在了一起而已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我第一次的时候也装了好几个月蠢呢。妹妹，就你在这方面的经验，在我面前你就是个小学生。男人第一次跟女人睡很难，但以后会越来越简单。但是女人刚好相反，第一次和男人睡呢很容易，以后越来越难。加油吧，小火车！呜呜。这是这个月接的单跟给你结的钱啊，数数。不用数，哥，我还信不过你。哥，最近有什么新活吗？寻人。哥，这童话世界失踪的人口也归你管啊？把这些画像给全北京的魔术用品店发一圈啊！我就不信一变魔术的会不去这种地方。哥，您这活儿现在越接越难了，咱这酬劳是不是能稍微的涨一点？好好跟着我混，等我做大了咱们先弄一实体店，紧接着呢就是全国各地开连锁。知道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空虚、多疑、懒惰、怪癖，这就是我们所针对客户群的特点。说明什么？供需关系稳定，就这么走下去，过2年上市那都是有可能的。那到时候，你可就是公司的元老了，是有期权的，懂吗？你说现在多个100、200的，是不是？那顶多也就是个9000，多大劲？哥，你行，你有做大的潜质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会画大饼。会画大饼的人很多，但最关键的看这儿。